大家好，諗一個場景啊，今晚你要請個重要嘅人食飯，可能係未來外父外母，又或者係個大客，你肯定會絞盡腦汁，諗下佢鍾意食中餐定西餐，食唔食辣，飲唔飲酒，成件事都幾頭痕，係咪？好，而家將難度提升10000倍，如果你要招待嘅係地球上最有權力，同時亦可能係最出名嘴刁嘅男人美國總統當奴特朗普，咁呢餐飯就唔再係一餐飯咁簡單，而係一場關乎國運嘅外交大考。今日我哋就嚟睇下喺2025年10月底，當特朗普展開佢嘅亞洲之行，亞洲各國嘅頂級御廚點樣用盡心思嚟應對呢位漢堡包總統嘅美國胃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我哋嘅主角特朗普總統，佢嘅口味有幾獨特，佢嘅飲食偏好可以話係全球政治圈嘅一個公開秘密。佢唔飲咖啡，唔飲茶，亦都唔飲酒，但就係健怡可樂嘅忠實粉絲。講到食，佢嘅至愛清單同一個美國中學生嘅夢想午餐差唔多，麥當勞、KFC、Pizza，總之快餐就係王道。就算食貴嘢，佢都有自己嘅堅持。食牛扒一定要全熟，英文叫 well done， 熟到好似塊鞋底咁。然後最緊要嘅靈魂係要喺上面積滿番茄醬，你冇聽錯，係番茄醬。呢種食法對於任何一個高級西餐嘅大廚嚟講，簡直係一種褻瀆。好，當呢位口味獨特嘅總統先生喺10月尾嚟到亞洲，呢場舌尖上嘅外交戰就正式打響。第一站，星期日，馬來西亞。馬來西亞有叻沙，有肉骨茶，美食多到數唔晒。但係佢哋用咩嚟招呼特朗普呢？答案係美國安格斯牛肉三文治。呢個選擇可以話係打咗張最穩陣嘅安全牌，唔玩花巧，唔推銷自己嘅地道美食，直接用特朗普最熟悉、最鍾意嘅美國牛肉，做成佢會接受嘅三文治。潛台詞好簡單，總統先生，我哋知你鍾意乜，唔會勉強你，最緊要你食得開心。呢一招雖然簡單，但勝在直接有效。過2日，星期二，特朗普飛到日本，同新上任嘅日本首相食午餐。日本，一個將美食劃到藝術層次嘅國家，壽司、拉麵、天婦羅，樣樣都係世界級。大家可能會諗，日本仔咁有性格，點都會喺國宴上展示下自己嘅飲食文化實力啩？點知喺招待特朗普同商界領袖嘅晚宴上，出現咗一個令好多日本人跌眼鏡嘅細節。餐桌上用嘅米飯竟然唔係日本引以為傲、粒粒飽滿香甜嘅本土大米，例如月光米，而係專登選用嘅美國米。哇！呢個舉動真係唔簡單。對於日本人嚟講，米飯係國食之魂，用外國米嚟做國宴，就好似法國人用美國芝士招待貴賓一樣，係一種好大嘅犧牲。但日本首相咁做，背後嘅政治計算好清晰。特朗普一直高舉美國優先嘅旗幟，要求盟友買多啲美國貨。喺呢個時候，喺國宴上用美國米，就係一個極度高明嘅政治表態。佢等於係無聲咁同特朗普講，總統先生，你睇，為咗你，我哋連自己國家嘅驕傲都可以放低。我哋係你最忠實嘅夥伴，貿易方面嘅嘢好商量啦。一碗飯勝過千言萬語。如果話日本嘅策略係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咁成個亞洲之行嘅最高潮，肯定係最後一站韓國。星期三，特朗普同韓國總統李在明以及一班商界領袖食午餐。青瓦台即係韓國總統府，將呢餐飯形容為融合韓國各地特色、貼合特朗普總統口味嘅韓式融合料理。個名又長又巴閉，一聽就知裡面肯定大有文章。
我哋嚟逐道菜拆解一下。首先上嘅係沙律。沙律本身平平無奇，但個醬汁就係重點千島醬。點解係千島醬？因為呢隻醬據說係源自紐約州，而紐約就係特朗普嘅鄉下。連白宮發言人之後都特登讚，話呢個係對特朗普紐約淵源嘅致敬。你話韓國人嘅心思細密到咩程度？連你鄉下嘅沙律醬都幫你諗埋。食完沙律，主菜嚟啦。第一道主菜係用美國牛肉做嘅韓式燉牛小排。呢個組合又係一絕，食材用你美國嘅，以示尊重，但烹調方法用我哋韓國傳統嘅，展示我哋嘅文化。成道菜就好似喺度講，我哋美韓同盟就係咁樣完美結合，既滿足咗特朗普對美國牛嘅偏愛，又唔會完全放棄自己嘅飲食特色。高手。不過最精彩嘅一幕仲喺後頭。當大家以為主菜食完嘅時候，侍應再捧上一道菜，全場焦點就係一塊睇落平平無奇嘅牛肉餅，旁邊再精緻咁盤住一兜番茄醬。呢個畫面真係充滿戲劇性。韓國總統府事後解釋，話牛肉餅配番茄醬係特朗普總統最愛嘅食物之一，佢哋等於係將特朗普平時喺快餐店最中意食嘅嘢，經過精心包裝，用國宴嘅規格重新呈現喺佢面前。呢種已經唔單止係迎合，而係一種話。佢就好似同特朗普講，總統先生，你中意嘅嘢，無論幾平民，我哋都會用最高規格嘅尊重去對待。呢種讀心術級別嘅招待，試問邊個可以抗拒？你以為咁就完？未算，最後嘅甜品係金桔配布朗尼。但個甜品上面嘅裝飾，據講係特登用咗特朗普總統喜愛嘅金色，由頭盤嘅沙律醬，到主菜嘅牛肉餅，再到甜品嘅顏色，成個菜單就好似一份針對特朗普嘅深度心理分析報告。睇到呢度，我哋可以總結一下，由馬來西亞嘅直接，到日本嘅隱晦，再到韓國嘅極致，呢啲菜單嘅精心調配，背後嘅目標都只有一個，就係要喺談判桌之外，先掂呢位全球最重要，亦都最難捉摸嘅領袖。食嘢事小，國事為大。東道主們唔係唔想推廣自己嘅美食，而係佢哋好清楚，對於特朗普嚟講，滿足佢獨特嘅口味，等佢食得舒服，食得有安全感，比起俾佢試新嘢，更能為之後嘅貿易談判鋪平道路。呢啲唔係普通嘅一餐飯，而係一場成本極高嘅美食公關 show。所以下次當你睇到國際新聞報道邊個領袖同邊個領袖又食咗啲乜嘢，不妨諗深一層，因為喺嗰一碟碟精緻嘅菜式背後，可能藏住嘅係價值幾十億嘅貿易協定，係一個國家嘅外交策略，甚至係世界未來嘅走向。餐桌從來都係另一個冇硝煙嘅戰場。好，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請記得訂閱同點讚，我哋下次見。